在吗？躲在衣橱里的我，被思绪包裹，闭上眼就坠落。走过虚掩着的门缝，目光所及之中，蝴蝶如流光穿过。好吧，也许是过度渴望，让世界理解，却不敢表达太多。转瞬即逝的烟花，褶皱的纸屑洒下，落地后都被遗忘。我听见微微发烫的心脏用力跳动，我遇到微微发亮的蝴蝶翅膀闪动，伸出手，看那钟落在我的指尖，定住了呼吸后被冻结的时间。就算睁开眼，也遥不可及的边界，被嘲笑的，被讨厌的特别，被蒙住双眼，就是这梦吧。被夺走表情，别忘了笑啊。随风起舞吧，狂野中飞翅膀，这一次的落在了我肩上。已习惯窝在房间的角落，听首歌跟着律动点头，抱紧双臂吹一阵风，却在耳边做一段梦。像是上过指点的回音，这是完美深度的地平，交集出遇见自己的影子。他说你还好吧，也许是过度渴望，让世界理解，却不敢表达太多。